提醒大家看到这野生动物呢，千万唔通去甲饲，嘛唔通去甲摸。伫个高雄这寿山动物园，就是因为惊这台湾狗会甲人来抢物，所以做真侪告示牌。不过要是有人无咧甲信道，甚至有民众呢是因为受气伊的饮料互高山甲抢去，转对狗的这个头壳甲伊扒落。动物园是表示讲，这款行为有影是无解妥当，恐惊是违反着动保法。 高雄寿山动物园内底，民众看到几只台湾狗一直饲活内，惊甲哀哀叫，连伊手顶的饮料都去互狗抢去，民众无欢喜，随伫高山的头壳扒落去。这个画面打去网络，遂引起讨论。有民众认为，动物园内底四界拢有做告示提醒游客，手莫摕食的挂塑胶盒啊，避免人甲狗发生冲突。这个民众无遵守，佮拍狗，实在真唔通。手袂使有摕物件嘛，还有塑胶袋一定不要露白。 还是你提的塑胶袋，不管你是垃圾还是怎么样的话，反正他一定会抢嘛。好，还有那个你背包一定要注意。它还是基本上它还是野生动物哈，它还是受那个动保法跟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护。那所以我们都是以不骚扰、不虐待为原则。 动物园表示，民众拍高山的行为有违法的记录，是不是爱罚？这部分要送交农业局去认定。这几年因为台湾狗甲人的接触变多，冲突事件也在发生。虽讲台湾狗已经不是保育类的，不过也是受到法令的保护。民众袂当主动去对高山做出任何无妥当的动作。若是当着高山主动接近，也是跳起来身躯顶，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也教大家正确的处理方式。是狗要说你爬到你的身躯，唔通甲拍，嘛唔通甲赶。你甲你的物件呢，你的骹蠓呢，爱伫胸坎头前，为头直直行，伊就会落车，唔通去甲赶嘛，唔通讲想要甲害落的。 协会表示，若去甲高山活动的所在，头一件代志都是食的一定要收起来。若是物件互狗抢去，就准拄煞，唔通想要虐，也是出手甲拍，因为安尼有可能会害家己，去互狗照着伤，嘛有可能会违法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。